各位飛行好幫手嘅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我係座艙長林曉晴。喺3萬英尺嘅高空，我服務咗超過15年。呢段時間裏邊，我見過形形色色嘅旅客，亦都處理過各式各樣嘅情況。迎來送往之間，我發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，好多朋友，特別係叔叔阿姨、長輩們，搭機嘅時候，往往表現得格外客氣，甚至可以話係謹慎拘束。尤其長途航班10幾個鐘頭嘅飛行，空間狹小，空氣乾燥，坐到腰酸背痛，真係一種煎熬。大家花咗好幾萬，甚至10幾萬嘅票價，感覺就好似只買咗一張會飛嘅凳，同一頓不上不下嘅飛機餐，其餘嘅時間幾乎都喺度忍耐，想飲杯水，驚打擾我哋休息，想多要一床毛氈，又唔好意思開口。如果你亦都曾經喺機上有過想要卻唔敢要嘅糾結心情，我邀請你喺下方留言區先輸入一個1，俾林曉晴知道，原來大家都有同樣嘅感受。其實呢種唔好意思，淨係俾你白白浪費票價，你知道嗎？就喺你小心翼翼、口乾舌燥唔開口嘅時候，隔籬走道嘅乘客可能正享受空服員主動送上嘅第2杯熱茶與點心。佢並冇給付任何費用，只係識得一個秘訣，而呢個秘訣今日我就要公開俾你。好多乘客因為過於客氣或者根本唔清楚規則，默默放棄咗航空公司本就為你準備嘅免費服務與隱藏福利。呢啲價值其實早已經包含喺你購買嘅嗰張機票裏面。可以話冇享受到就係實打實嘅損失。每趟飛行落嚟，你可能都喺無形中掉到咗好幾百蚊嘅價值。今日我要同各位朋友揭開一個航空公司唔會主動宣傳嘅秘密。我哋一直以為麻煩嘅事，其實係你嘅權利。航班上藏住好多隱藏版免費服務，只等你用聰明得體嘅方式開口。只要方法對，你嘅飛行體驗絕對能夠大幅升級，甚至有種半個商務艙嘅感覺。嚟緊，我同你分享機上4項最實用、最超值嘅隱藏服務，請一定要仔細聽，特別係最後一項。首先，大家最常困惑，機上嘅毛氈、耳機呢啲用品到底能唔能夠帶走？好多人擔心一下，飛機會唔會警鈴大作，被當成小偷？其實呢度面有門道。呢啲我哋稱作過夜包嘅舒適用品，通常分2類，處理方式完全唔同。第一類可以放心帶走，包括用塑膠袋密封嘅一次性入耳式耳機，同樣密封嘅眼罩，以及部分航空公司提供嘅較薄一次性嘅毛氈。點解能帶？道理好簡單，衛生。一旦拆封，基於衛生考量，航空公司唔會回收俾下一位乘客使用，所以你用完直接帶下飛機，完全冇問題。特別係耳機，好多人嫌音質唔好就掟咗，其實好可惜。旅行途中喺飯店或者車上用都好方便。第二類千祈唔能夠帶，最常見嘅係質地較厚、觸感舒適、可重複清洗嘅毛氈，常見於商務艙、頭等艙或傳統航空嘅長途經濟艙。呢啲毛氈屬於航空公司資產，用後會統一回收，送專業廠商清潔消毒，再供下一班使用。另外，頭戴式耳機，尤其帶降噪功能，睇起嚟好高級嘅，亦都絕對係航空公司財產，唔能夠帶走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仲係攞唔準，我攞到嘅係邊一種？好簡單，我教你一個最保險，亦都最能顯出修養嘅方法。喺飛機準備降落，空服員進行客艙檢查嘅時候，禮貌咁問一句：唔好意思，請問呢一條毛氈可以帶走咩？我哋即刻會覺得呢位乘客好有素養，並樂於告知你，可以嘅就安心收入袋，唔得嘅，我哋亦都會感謝你嘅詢問。小小舉動，既避免誤會，又展現風度，何樂不為？當然要特別提醒，如果你搭乘嘅係廉價航空，如酷航、虎航等，情況就唔同啦。廉航嘅核心係使用者付費，機票只包含座位，其他如餐飲、行李、毛氈同飲用水，多需額外購買或者租借。所以大家要有一分錢一分貨嘅觀念，唔好抱持同傳統航空相同嘅期待，先至唔會失望。我記得有一次從洛杉磯飛返台北，一位阿姨喺下機前悄悄將商務艙嘅厚毛氈塞進包裏，被同事發現之後非常尷尬。阿姨一直解釋，以為係可以攞嘅紀念品。雖然最後未追究，但係佢滿臉通紅，好心情肯定大打折扣。相對地，我都見過一位阿伯下機前好有禮貌咁問我，機上嘅撲克牌能唔能夠帶一副返屋企俾孫仔。
咁當然冇問題。我唔單止俾咗佢撲克牌，仲多送咗2支印有航空公司 logo 嘅原子筆。李亞伯高興得好似孩子。你睇，禮貌同尊重總能夠換嚟意想不到嘅驚喜。第二項服務，我真心希望你永遠用唔到，但一定要知道佢嘅存在就好似3萬英尺高空嘅一道平安符。長途飛行最怕身體突然不適，喺高空密閉環境裏面，小毛病都可能被放大，比如偏頭痛、消化不良、胃痛，或因為氣流顛簸暈機想吐。特別係女性朋友，若果啱遇到生理期，需要衛生用品，更係着急。請放心。依據國際民航規範，每架民航客機都必須配備標準急救箱，就好似小型空中藥妝店備有常見嘅非處方常備藥與急救用品，應對乘客緊急需求。內容包括止痛藥，如大家熟悉嘅普拿疼、腸胃藥、暈機藥、OK 繃、消毒棉片，甚至女性生理用品與乾淨濕紙巾等，呢啲均免費提供俾有需要嘅乘客。當你唔舒服嘅時候，千祈硬撐，按下服務鈴，或者喺我哋經過嘅時候冷靜清楚說明：你好，我有啲頭痛，可以俾我一粒止痛藥嗎？多謝。只要合理，我哋一定盡力協助。我記得有位阿嫲第一次自己搭機去美國睇孫子，因緊張加上時差，偏頭痛突發，痛到臉色發白，唔敢出聲。好彩同事巡倉嘅時候發現異狀，主動關心，了解之後立即送上止痛藥與溫開水。半個鐘頭之後症狀緩解，佢含淚連聲致謝。需要提醒嘅係，空服員畢竟唔係專業醫護，我哋能夠提供嘅僅限緩解輕微急性症狀。若果另有慢性病史，如心臟病、高血壓、糖尿病等，務必隨身攜帶自用處方藥。呢個係對自身安全最重要嘅保障。若果遇嚴重醫療緊急狀況，我哋會啟動機上醫療程序，尋找機上醫師協助，並聯繫地面醫療團隊。所以呢個空中藥妝店係救急用，大家要有正確認知。第三項，帶小朋友出門旅行係好多長輩嘅樂趣，但帶孩子搭機確實係一大挑戰。孩子天性好動，喺狹小空間待上幾鐘頭，容易坐唔住，哭鬧，唔單止讓家長疲憊，亦都可能影響周遭乘客，場面尷尬。如果你有呢一個煩惱，跟住落嚟嘅隱藏服務絕對係救星。好多全服務型航空公司如中華航空、長榮航空都貼心準備咗免費嘅兒童禮包，或者好似神秘寶箱一樣，能夠瞬間吸引孩子注意，俾佢哋成段航程都有事可做。禮包內容常見有卡通着色、本與蠟筆、貼紙書、迷你拼圖、可愛餅乾，甚至小小機長或空服員徽章、迷你飛機模型等，專為3到12歲孩子設計，俾佢哋安靜投入自己嘅小天地。點樣開啟呢個寶箱？關鍵喺主動同及時。兒童禮品通常數量有限，採先到先得，發完就冇。而起飛前，空服員極為忙碌，未必能夠逐一確認邊位係小乘客，所以最聰明嘅做法係全家入座，行李安置好之後，把握空檔，禮貌詢問走道上嘅空服員：你好，唔好意思，機上有提供俾小朋友嘅玩具或者禮物咩？只要庫存上有，我哋都會好開心咁送上你主動嘅一個小動作，換嚟可能好幾個鐘頭嘅清靜，絕對划算。我同事分享過，一位先生帶4歲女兒飛曼谷，一上機就索取兒童禮包。小女孩攞到着色本同蠟筆之後，開心得不得了，3個幾鐘頭都安靜畫畫，比喺屋企仲乖。先生下機特登道謝，話呢一份小禮物幫咗大忙，所以下次帶小寶貝出門，千祈唔好忘記呢一項超棒嘅隱藏福利。最後一項適用範圍最廣，亦都最能夠直接提升飛行幸福感。除咗正餐之外，你其實可以喺機上享受近乎無限續杯嘅餐飲服務。好多乘客以為餐點就係起飛之後一次，降落前一次，中間就冇啦，只能夠忍住口渴同肚餓。其實呢個係誤會。長途航班上，我哋嘅廚房除咗正餐備份，通常仲準備咗相當多嘅小點同飲料，好似蘇打餅乾、米果、堅果、巧克力棒，有時甚至有杯麵同水果。飲料更加係常備果汁、汽水、茶、咖啡等，呢啲都係為滿足旅客整段航程需求而準備。咁點樣開口最得體？請記住口訣：一次一份，飲完再要，禮貌開口，賓主盡歡。亦即係唔好一次話
俾我3包花生、2罐可樂，咁會俾人有囤貨之感，而且物資有限，需要兼顧他人。最體面嘅方式係按下服務鈴，或者等我哋經過，微笑話唔好意思，而家方便俾我包餅乾同埋一杯柳橙汁嗎？非常多謝你。吃飲完，若果仲想要，稍後再用同樣方式索取，少量多次，既滿足需求，又展現體貼與教養。我同事曾經分享，飛紐約嘅航班，半夜大家都瞓咗，一位先生行到廚房，好客氣地話打擾咗，有啲餓，請問仲有啲咩能夠食㗎？當時啱啱好有多嘅商務艙湯品，我同事便熱咗一碗俾佢，對方又驚又喜，連聲道謝。其實空服員最唔怕嘅係旅客要嘢，最怕嘅係理所當然，甚至用命令口氣嘅人，例如指住我哋話喂，嚟罐啤酒，呢一種態度真係讓人唔舒服。相反，只要你客氣有禮，我哋都好樂意服務，有時仲會主動關心。大哥，睇你電影睇咗好耐，要不嚟杯熱茶潤潤喉。你睇，態度決定服務品質。再分享一個進階技巧，若果你有特殊飲食需求，如吃素唔吃肉，或者係需要糖尿病餐、低鹽餐，務必喺訂票嘅時候，最晚起飛前48小時向航空公司預訂。好多人唔知道，特殊餐因為係另外準備，通常會比一般餐更早送到你手上，有時用料甚至更講究，呢個可係資深旅客先至知道嘅秘訣。今日我一次同大家分享咗機上4大隱藏服務，可聰明帶走嘅舒適用品，救急用嘅空中藥妝店，安撫孩子嘅神秘寶箱，以及近乎無限續杯嘅空中餐車，唔知道你係咪記下嚟呢？其實講咗咁多，我諗傳遞嘅核心觀念，亦都係我15年飛行生涯總結出嘅高空社交黃金法則。喺高空中，你嘅需求唔係麻煩，你嘅態度先至係關鍵。請放低，唔好意思，把呢啲隱藏服務視為你應得權益嘅一部分。只要帶住尊重同禮貌，勇敢而聰明咁開口，唔單止讓旅途更舒適愉快，讓每一分票價都花得物超所值，仲能夠贏得空服員打從心底嘅尊敬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幫助，誠摯請你將呢支影片分享俾所有熱愛旅行嘅親朋好友，俾大家都成為聰明嘅空中飛人。最後，若果你已經學會並決定下次搭機要勇敢有禮咁爭取自身福利，歡迎喺下方留言鄭重寫下我係聰明嘅空中飛人。呢個唔單止係一句留言，更之係一次宣告你從此告別忍耐嘅旅程，開啟舒適愉快嘅全新飛行體驗，俾我哋一齊成為更懂得享受生活、更有智慧嘅旅人。亦都請別忘咗按讚、訂閱飛行好幫手，並打開旁邊嘅小鈴鐺，就唔會錯過未來更多精彩實用嘅內容。我係座艙長林曉晴，祝福大家每一趟旅程都平安愉快，我哋下次見。